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？我是个人类，却从超越人类的角度去看待自己。我希望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。我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。我怀着美好的愿望。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，期待三体人的到来，期待他们的力量可以帮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。你让人类只剩下400年的时间。但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宇宙，在三体文明眼中，我们连野蛮人都算不上，只是一堆虫子。漆黑的天空之下，注定要毁灭。如果我们在终点来临前不能找到一条救赎之路，这温暖的光芒将会是人类最后的